離開英皇之後，喺2009年 Isabella 為李澤楷生下一子，隔年之後又生咗雙胞胎。咁叻女，佢就獲李澤楷送價值4000萬嘅全新 Predator 80遊艇，作為 Isabella 同埋3個寶貝仔仔嘅玩具。另外再安排私人飛機，安排佢同埋3個仔回港團聚。Richard 又安排佢哋入住石澳豪華木屋。木屋咧就位於石澳道12號，三面環海，坐東向北，佔地2.1萬平方尺。另外有3.7萬尺嘅室外花園，坐擁大浪灣無敵海景。地價連木屋建築費埋單2億啦。木板上更安裝暖管，更喺屋內加設多個嬰兒室同埋遊戲室，務求環境舒適，適合個仔居住成長。但係喺2011年，佢倆卻突然宣布閃電分手。嗰時佢哋個大仔都仲未滿4歲啊！傳聞 Richard 相當大方 ，Isabella 獲得18億嘅分手費同埋5億元嘅豪宅。Isabella 就否認有呢件事。佢曾經上節目《魯豫有約》時，被問如果時光可以倒轉重來，會唔會同李澤楷交往同埋生小朋友？Isabella 就表示佢會做一樣嘅選擇，唔後悔當年未婚生仔。咁有冇諗過同李澤楷結婚呢？ Isabella 就表示有，佢仲透露分手嘅主要原因係因為李澤楷太受女人歡迎，佢接受唔到，佢想活得有底氣，所以最終選擇分手。其實梁洛施娛樂圈出身，成哥未必太 like。李嘉誠同佢嘅大仔李澤鉅嘅老婆都係傳統相夫教子嘅賢妻良母。李嘉誠個老婆係佢表妹莊月明，莊月明嘅老豆係鐘錶大王莊正庵。莊月明就畢業喺香港大學，精通多國語言。李嘉誠曾經講過對新抱嘅要求，佢就話：我娶新抱就冇乜規矩要守，亦都唔講咩門當戶對，最緊要就係個仔鍾意。不過要出身正當家庭，最好係中國人呢。喺大仔李澤鉅嘅妻子黃富信嚟睇，都係所言非虛嘅。黃富信嘅家境就唔錯，父親就早年經商，自己就喺溫哥華嘅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工商管理，有一副端莊溫柔嘅相貌。佢本人正係豪門最愛嘅秀外慧中型媳婦，溫柔純寵。生咗3個女之後，仲揾大師改名黃麗喬嚟改運，隨後一舉生下長孫李長熙。分手之後嘅梁洛施就帶住3個仔隱居加拿大，直到2013年先將3個仔安排返香港國際學校讀書。雖然佢本人間唔中都會有拍幾套戲，但係對於私生活就好低調，好少曝光3個仔。今次俾網民咁叻咁影到，都算可謂一窺佢哋嘅私隱啦。如果以富2代或者3代嚟講 ，Richard 應該係最好嘅咧。Decent 為人又 gentleman， 起碼會包裝下浪漫，唔會一味揾錢搭你。佢對 Isabella 都使咗起碼10幾億，3個孫係就係冇得分成哥嘅身家，但 Richard 嗰份都夠佢哋十世無憂。梁洛施都算無憾啦。Richard 就中意纖秀嘅青春少艾，唔知下次又到邊個得寵呢？不過同得佢一齊，你都唔會攞得到佢個心，或者咁講呢，佢都愛你，不過佢同時都會愛好多個女士。有錢佬係花心㗎啦。